90萬珠海市區山景大四房，而且高層呢可以睇到一線嘅湖景，前面就係別墅區啦，完全冇遮擋㗎，揸車12分鐘可以返港珠澳口岸，相當之方便嘅。咁呢4房3衛雙套房嘅設計呢邊係有個套房可以作為一個長輩房嘅，一梯一戶嘅產品17電梯獨立嘅空間，哇，真係相當之靚仔㗎啦。OK， 小區帶有高端嘅會所，有恒溫泳池、健身房、瑜伽室，客廳同埋餐廳嘅開間呢都係達到7米嘅，後邊有個生活陽台咁我哋小區呢又自帶有商業啦，屋企門口就係學校，屋企門口就係公園咁我哋樓下仲有個大型滑雪場嘅，1公里華發商都大型商業相當之方便。主人房大套房嘅設計雙人洗手盆浴缸全部都係交樓標準，270度嘅景觀飄窗睇一線山景，有請街坊下方留言啦。